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7月1号有一个新的法出来了，大家咧订便当无少哩，大家咧订饮料嘛无少哩，大家咧食鸡卵糕无分哩，这种冷暴力敢是咧霸凌哩？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职业场所内面所发生的霸凌。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北市产业总工会总干事陈淑伦。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是职业律师，嘛是前书记官吴伟成。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人力银行的记者何峰。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政治工作者陈怡。大家好，我是陈怡。那么至告讲，什么叫做霸凌？这场霸凌防治新制7月1号开始实行了，明确来规范这场霸凌的认定的原则，雇主爱采用的防治措施等等。不管是企业规模大小，拢爱有霸凌的防治甲处理的措施。另外，劳动部嘛定出了申诉处理的期限，避免着雇主歪处理。工课场霸凌防治新制度7月7日正式实施，公司无论大小，拢爱有工课场霸凌防治甲处理的措施。只要有申诉，头家拢爱启动保护甲协助的机制，按规定调查或者是协调，袂使放外有在代志发生。而且企业规模愈大，都要建立愈完整的制度。那100人以上的事业单位，它必须要成立调查小组。那刚刚也有提到说，申复的一个机制，要求事业单位必须要有一个申复调查小组。若处理的期限，员工30个人以下的，接着申诉3个月内爱决定，若有必要会当延长1个月，期限上长是4个月。若100个人以上的，上久爱伫5个半月以内决定。劳动部表示，这个时间的规定拢是上限，无希望头家人就安尼就来拖刷。更重要应该在做预防，比如说绩效管理要目标设定非常清楚，跨部门沟通协调要非常的顺利，就可以避免很多的误解跟冲突。工课场霸凌要安怎认定呢？亲像同事主文加排无出招，伫工作群组黑白讲同事的歹话，甚至下班了后，主管还佫传信息要求大家处理工课的情形。要看他有没有这个及时回复的必要性。主管用留言的方式，请他明天上班日再处理就好。还是类似像是那种夺命连环扣的方式，逼他必须要接电话，然后立刻处理这种就是稍微不紧急的事情。企业本来就有很多管理，所谓不当的管理有没有到达刚刚提到的逾越的他的职权的一个必要性跟合理性？既然数指出，工课场的霸凌爱共一个时间符合5项条件，而且经过调查的听数了后，才会当认定5项条件包括发生伫咧劳动场所，而且伫咧执行职务的过程，利用职务或者是权势，行为超过业务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毋若一概或者是持续性不当的言行，致使劳工身心的健康受到危害。记者综合报道。其实，头仔观众朋友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吼。听起来你就感觉真简单，这个法就是有一个啥物互你申诉，哦，足好诶。即马时代有进步，但是咱事实上，咱来看这张图表，这个红色的，这个粉红色的部分哦，50%以上受害者选择吞忍，吼19.6%是透过公司正式的管道来投诉。今仔日吼，其他的咱慢慢会当讲，我要先请教。秀伦吼，你认为这个霸凌法出来了后，有当降低啊，有当提升大家讲哦，这自我意识，我来投诉，我来安怎？这个有法度，还是有一个法度互你靠，啊，大家都真踊跃的来讲，我一校讲霸凌，我伫职场叫霸凌，你定加排无甲招，敢会安尼？那最近我咧看吼，即阵啊开始吼。真正有真侪人来问哦，来问讲，较早无这个霸凌的这个法，即马有吼，有安尼是毋是算霸凌？安尼会当申诉无？我真正拄真侪劳工来问，所以可能会提升哦，会提升。我感觉就像迄个甲性工法实施共款啦。头啊开始一阵啊量会介侪总别出来，
不管是毋是霸凌，反正伊就讲我即摆先申诉来试看卖啊，因为即摆申诉，因为对申诉人咱袂当有不利待遇嘛，因为你免对着伊申诉，你家吼，比如讲减薪水啦，还家调到单位啊，无试看卖啊，有这可能性啦，吼但是有当时大概误会啊，因为迄个物件可能其实毋是霸凌，我无爱互你加班。你讲你互我无趁钱的机会，但人讲是为了你身体健康。这嘛麻烦。但是伊即摆就甲讲，我用这霸凌来申诉看卖啊，考一甲你拍歹，伊讲这就是针对我啊，这就是针对性啊，是安那我考一歹，这就伊讲我嘛用霸凌来申诉看卖啊，你讲我今仔日要请假，伊讲你迄个假单爱用迄个病院的诊断证明爱去摕大病院的你甲挑战，你甲挑战，安尼嘛是霸凌，就是讲。我毋是讲申诉唔对，但是讲你这申诉可能过去，你工作规则内底嘛会当处理，还是讲就是管理的问题，但即摆可能啦，就刚会想讲无我用安尼来讲看卖，但即嘛有一种，但是我毋是讲这是无好，因为有一种嘛有另外一种方向是讲，比如讲。有当时主管在管理的时候，比如讲阮是迄个做保险的人做迄个业绩足悬迄款的迄主管真管理的方式足高压呀。用错的啦，用迄个业绩甲你调出悬的你家己嘛小迄个安那就讲话较无客气的迄款的。即马来可能每一个公司拢开始甲主管讲，讲话要有站哦，人你袂当对事，你对事无对人你袂使牵涉到人身攻击，你袂使讲话伤超过，无你会踏到这红线等等。这嘛属着主管对于讲这管理的这手段会较熟练。所以有一阵啊社会学习的这个过程。对，双方大家爱磨合啦，劳资之间爱磨合啦。但是我会先请教，同仁甲同仁之间嘛会用这来舞一站啊啦。我坦白讲啦，但是就是爱过一段时间，互大家搁较更加较沉淀、较了解讲到底这法律是要处理什么代志，无要处理什么代志。先来问律师律师我甲你请教一路基法有规范的，若是无路基法规范的，譬如讲，我所知真侪保险公司伊保险员甲即个公司之间是无雇佣关系即种会当算伫这职业安全卫生法内面吗？其实你若成立公司一般劳基法咧讲的劳工，爱有什么指挥监督啦，爱有一寡，因为为着要适用劳基法，爱有适用于目的的一个认定啦，但是你职业安全卫生法，伊是一个场所的责任，你出开一个公司，你只要有可能去使用到劳工，你就要维护这个场所的安全，所以讲保险公司嘛是有可能的，但是保险公司要看，有的保险公司去法院认定为雇佣关系，有的保险公司讲是承揽，迄就敢若Foodpanda，有的认为讲你有请制服，或者是雇佣关系。所以，但是对公司来讲，有的去这间法院认定是承揽，有这间认为是雇佣。无一定，就是讲伊每一个，伊就算讲拢做这个行业啊，但是伊咧管理的方式会牵涉到伊是毋是劳工，比如讲Foodpanda，有制服，Uber 制服无遐尼明显。有讲你怎样会被扣钱？哇，有的当然有这vụ呢。对。我真济这个保险经纪人公司，因拢承揽的但是你开公司，还是讲职业安全法，伊其实是比劳基法的劳工较宽，因为伊主要处理的是这个场所的责任。我来恁公司迄个算讲派遣来恁家，迄个嘛算因迄业态是安尼我来报警的时候我才来的平常时我无咧来的但是有的公司是规定较济你一礼拜你爱有啥上无爱3天4天爱来报道，爱来听半天，下晡才放你自由。是职业安全卫生法其实是较快的，因为伊主要是处理迄场所。你这个场所有的人是劳工，有的人是承揽，有的人是头家，但是对职业安全卫生法来讲，我就是要维护这个场所。互伊较袂去伤害到伫遮做工课的人。所以不管你是承揽还是雇佣，拢有当管辖。应该是讲对企业主来讲，你就是要维持好。只要内底有一个员工，你就要照这个标准去甲伊维持好。其他的人嘛可能伫遮做工课。
头家人就讲无啊，迄是伊的主管对伊啊，啊我唔知伊啊，我也无多，因拢发生在我，因为真济的劳工的环境拢伫啥，咱老天阳讲，拢伫啥物咩诶，迄个便利超商内面啦，啊所以伊也讲，我唔知啊。其实对，这就是这个职场霸凌防治主要要处理的。较早你讲你唔知，但是即摆我定一个规定，吼，你不论你知你唔知，你就是要公开揭示，讲我的场所就是不准霸凌。你若发现还是讲听到有霸凌，我请卡这支电话，哦，你就是和主管会当借由安尼的方式证明讲，虽然你唔知，但是我唔是不关心，我唔是消极。哦，我其实是上无爱，这白啊爱踩起来。对，白啊踩起来，好，啊无人直接驳倒，哦，职业灾害啊。但是你讲我已经做好很多那个防滑措施，举证免责，好。这也有这种的吼。小等下来请教单义吼，恁咧讨论这立法过程中产生什么其他的考虑？不过我先请教何方吼，那恁有做一个调查嘛吼？是。恁的调查内面有啥物新的发现？对着咱台湾特殊，因为其实做这个霸凌研究的这个国家足济啦，吼，有诶针对着校园啊、职场安全都安全，迄样态足济吼。你感觉咱台湾的这个霸凌的样态有啥物值得大家来注意？我感觉真特别是这几工真正是你上班的所在吼，大家拢会讲哦，你讲这细致哦，还是霸凌哦，这我感觉慢慢就是大家开始有这个观念存在啊。按讲这调查有发现讲啊吼，其实真正你透过公司有这个申诉的管道来做这件代志来申诉的人，真正是足少的。其实我感觉可能佫比20%佫较少，嘿，佫较少。然后一般公司拢会一定有的是，譬如讲是性骚扰这种的，这个是一定要处理。按过这讲这个法律出来以后吼，我就是发现讲，譬如讲，其实有当时啊，这我拢有讨论讲，你是大家譬如讲，你这个。头家互你一个奖金落来，啊，你要叫饮料，啊，到底你讲定价牌这件代志，其实我有翕一段影片，就是讲，其实我若是单纯我讲历史就好诶，我请伊啉饮料价牌，袂使吗？当然嘛是会使的呀。所以开始这个概述是毋开始有一点仔，你爱应该即卖法律比应该较好是吼，你写甲愈来愈清楚啊，无想讲应该讲你过来去到底这定义伫倒位，所以我讲是感觉讲吼，这法律是。写甲做足美满的啦，啊，我现实你其实要甲做出来的话，要去判断这是有小可有淡薄仔困难，因为我家己有感觉讲，有当时咱会感觉讲，互你做侪工课是一种霸凌，啊，对我来讲，我可能足想要做工课，我互你重视，伊互我足简单的工课的时阵，对我来讲，我可能心内想我感觉无欢喜，对无？这是一个。真特殊的一个所在，就是讲我其实无想要讲，我大家拢到办公室，我无啥物代志通做。我其实想要你互我寡济工课，我可能你的主管是感觉讲，无我甲你无好，我无想要互你表现，这变做一个真特殊的一种霸凌。我这安尼真复杂呢。到时阵咧认定的过程啦，啥的，这嘛是头先小龙讲啦，这就是一种社会学习，大家爱互相理解。啊，而家吼，这变做新的，可能会某种程度来改变咱台湾的这种的文化。这嘛是可能过一段时间的，大家讲的磨合的时间。安尼就要请教单义哦，恁咧这个讨论这个修法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头家人，我想应该是对这个法是讲，好啦，你去创啦，啊，不关我的代志，我到时阵吼，我。白啊菜的吼，啊机关啊牙的，安尼就不关我的代志，敢是安尼？这个修法在处理的时候，其实当初很多其实是看准性别平等工作法里面相关的规范，可是可以大家去比较一下，针对公司规模，那时候大概才讨论一个最大的争议点是针对公司规模，这次有一个表格嘛，就会说哦那。没有10人的公司是要做什么事，然后10人到29人、30人到99人跟100人以上是要做什么事情？那可以去看，其实真正要做到全套的，就是100人以上的公司。啊，我们可以看台湾现在的公司就是90%啊，90%拢是中小企业，就是拢无到迄个程度啦。
都没到100人以上，就是啊，这么小的公司里面，其实它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有第一个，你要有有效的管制措施，有效的防治措施这些事情而已。它其他的你也不用成立，然后再来就是再大一点，就是申诉管道，然后再大一点，你有的也不需要成立那个调查小组或申诉处理小组这些，所以其实是蛮多。这一次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想做，但是在那个方法上面是有考虑到雇主的心情。今嘛，方法。所以会使讲，咱会使讲，其实这摆的手法是小小的一步。嘿，我觉得是观念，对哦，观念上面让大家，因为刚刚都说了，有很多需要磨合跟了解，但是让雇主开始有这个心情，因为我们连我请教你，行政院算100人以上吧？嘿，对，是。头拄我看新闻讲，会当5个半个，才来调查完哦。我爱是公诉，还是随着调查，然后10几天就出来啊。几百我爱讲吼，嘿，公务员的行政院的那个版本是用公务人员保障法，跟职场的员工的2套是不一样，都不赶快，嘿，不赶快。但是原本的来源都是职业安全卫生法，公务员那边本来看它，但是现在其实公务员先修过了，它的保障是比较完整的，是做的比较好。某种程度就是因为公部门要有示范的作用，而且它资源比较够。然后它比较有能力处理，所以现在国家就是，我觉得后续大家担心很多是公部门应该要当做一个指标往前进，就是说演给大家看，说其实大家尽量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看秀伦的油头呢，你讲看嘛，这公部门变做一个模范，爱做带头，还是讲其实因为我所知吼，会霸凌这种物件。该战性的这个组织内面特别容易有这个物件。那一般较民间的中小企业吼，为小组织有当然有啦，有人的所在就有问题，这一定的。但是该战性的，譬如讲 nursing assistant， 即有学长、学姊的，这上济。尤其我所在的护理员啦、护理师啊，这介严重的啦。无就是开刀房内面啦，是啦，有人叫做小李飞刀的，有这种的，那小伦你安怎看？其实可能大家小回想一下，咱去年是毋咧讨论迄个长荣航空空服务员，伊不幸过身嘛，过身了，大家讲是毋是迄个座舱长，是毋是一种霸凌的行为，无爱互伊请假，无爱互伊休困，安那拄安那，尾也讨论起来，迄个。因公司是毋是出来道歉？讲爱检讨，迄个劳动部佫叫伊去安那？迄个爱调查2个月了后，爱有一个报告，佫该甚至由这个个案变做讲以后请病假，爱有10天袂使，互人有啥物不利待遇安尼嘛？你自这这间航空公司的这个例，你就甲想，迄就是真明显，应该是安尼讲吼，伫咧内底的人吼，你只要航空公司的人吼，绝对是学姐学长安尼叫的啦。叫到你50岁，比你管的嘛是叫学姐啦，嘿所以伊个学长学姐制的就明显的嘛，然后而且整个团队的那个管理，确实它有很多很细微的机制，包括你清查，包括你讲话，包括你啥安尼，比你管家己的人，伊就是比你权力较大，要调班，要选位，要安怎拢是伊优先，伊先来，你一世人只要比你。叫你就是爱一直学，就讲迄个媳妇熬成婆安就对啦无你就永远细汉的。来，伫迄款的环境内底，到底这个行为、这个讲话、这个做法是毋是霸凌？伫因公司内底，可能大家拢认为讲这足正常的，这哪是霸凌？但是即马较新世代的这劳动者来讲，无你甲你信道哦，无哪有这咱大家拢平等，咱大家共薪水，咱大家共职等，是安那？你比我薪资歹，我就爱对你安尼奉台甲啥？所以。我就讲，你也是想讲有一个法律，就一定会当安怎解决问题，就一定会当啥？无公务机关内底，因为公务机关大有升迁有啥，然后它上下非常明显，所以确实公务人员保障法公务人员的这个霸凌申诉先开始行了后，其实投诉案嘛。不加多，真多。我听我同学讲，规工就处理不完。你去看公务人员那个保训会，他们会有那个就是在申复之后的这个申复决定会在上面，迄公告拢看得到。你讲你讲一个主管退公文退10几届，还是讲一个公务给你扣
考，这唔对，吼，甲你考起来，安尼算有算霸凌无？过去可能认为讲无啊，啊你做唔对，甲你讲，这哪是霸凌？嘿，啊，但是即马人新手了，哎，这开始就建议讲安尼袂使，你爱所谓的符合哈这个不要逾越业务合理必要范围的指示。好，就是讲要符合比例原则，好，目的要正当，手段要正当，好，结果不能有过大的侵害，好，啊，这嘛是听起来就模糊啊，对不？啊，就只有透过一个案例，安尼去累积起来，但这嘛一种导致讲你即马是毋是主管无啥敢管，嘛无啥敢增加压力，嘛无啥敢听起来无啥敢甲你改呢？袂啊，因为啊，念伊即马大家都讲我爱看身心科。哦，啊，就单就摕来啊，哦，我就请身心调试假，好，所以，我感觉讲有，但是嘛是好啦，吼，因为安尼互到主管吼更加了解讲，人即马新的即个较少年的吼，也是讲较新世代即个公务人员，吼，可能吼伊思考做代志方法无共啊，吼，而且吼，咱嘛袂当用过去的方式吼来处理，你嘛是本身吼主管爱迄个与时俱进啦，嘿，你领导的方式爱改变啦。哦，这我先来看这认定吼，认定吼，这写吼，这场霸凌之认定应符合本法第22条之1第1项之定义，而且呢，综合深度，这是头一个事件发生的背景，啊这边讲吼。第二，频率，第三，场所，哦，如果但是某一个 cyberbullying 啊。就用来甲你一直推，千刀万里堆的嘛有啊，吼，啊嘛有行为人的动机。我讲我是为你好啊，吼，而且我是为着咱整个组织好啊，吼，啊行为人的目的，这听起来嘛有拢有通辩解的所在。我毋知影律师在实务上，你认为这个法，定得伤幼，可能会闹交去；啊，定得伤粗，较无法度，还是讲无这是。慢慢大家来实验，啊验到上后尾，哦，啊，这个所在咱未发生这种代志，啊来安怎来处理？其实你即马看迄这5个因素啊，吼，我用3个字来讲啊，就是相对性。啊，就是讲，针对性到底要具体要怎么去斟酌？我列5个互你参考。但是我那种口语讲就是针对性，你的动机、你的目的是不是相对这个人？吼，就是讲。你对别人管到足伤的，对伊管到足严的，吼啊！但是头前，因为伊无听你的话，吼，你要收回扣的时阵，吼，伊甲你无咧插你啊，吼，没有配合你的指示啊，吼，所以你这样整个看来就是有一个恶意的动机，还有一个针对性，这个总共来看，这是目的的部分啊。那手段就是我讲有一个业务上必要，吼，阮来。公司吼是来做同事的，是来实现迄工作的任务的。你实现工作的任务，你就要最小，你上无爱有效啦，啊有效你嘛袂当讲，伤害别人要过度啊，吼。譬如讲，下面一个有效的嘛，有的人想要人一直会发生那种持续性的骂，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骂的没有效，吼，你甲人扯，但是第一，我都无要听人扯啊，你若用扯的，我要改啊，以后拢甲我扯。好，这就是无效的嘛。第二，就是你骂的无合理，你只有讲你做了无好，但是你有叫一个示范讲，什么叫做好，你无讲，你只有一直讲嫌。啊，人做无好了，你有甲伊讲改进的方式，你讲有的人是选择，你家己想办法。啊，但是我来公司，你甲硬甲我讲无好，我已经照我的办法去做啊，你佫无甲我讲要安怎改，你一直骂啊，他一直没有办法改。这嘛是考验主管。管理的能力，古早的方式就是，甲你吓惊，互你家己，啊无就是离职，啊无就是家己察言观色去学会晓。即马你若讲霸凌安尼实施下去，你都要用有效的方式去做管理。这唔那是新路的代志哦，是啊，这是主管嘛爱学习哦。其实这个职业安全卫生法有一个重点，大家莫袂记，这是一个雇主预防职场风险的法令，伊的目的唔是讲。王某人，你就是霸凌的行为者，来，咱经过这调查，甲你定罪，好，甲你惩处，你去记小过，吼，还是讲甲开除？迄个法的本身的目的毋是安尼，迄个法本身的目的是讲啊，有人认为讲安尼
环境，互大家感觉压力足大的。有人认为讲伊安尼做，也是讲咱公司安尼规定这个绩效，有可能使到大家压力上大咯。吼，但甚至有人喺讲话安尼无注意，吼，伊就恁这吼，互大家足紧张的，等等，这物件。吼，可能一项一项分开来看时，无够违法啦。你叫人讲，你人讲你是安那？你迄个大学是迄个鸡排去换遐啦，吼，你安那考的啦？你是安那考到大学的啊？吼，你可能即句话你讲要去换伊过吗？袂啦。但你一天两天，吼，一礼拜两礼拜，这叫做持续性。你要定安尼出现的时阵，人就袂爽快，安尼工作环境会有风险危害。所以希望透过这调查的过程，将这行为无好的行为，讲以后莫阁出现，这才是这个法律本身要处理的代志。若真正甲你交、甲你错，还是甲你甲你考一拍歹，对你无公平，甚至导致你奖金也摕无，还是讲你用歹度，你就紧行法院啊，你就刑法甲民法紧去做啊，系啊，你是听候5.5个月伫内底务咧，系啊。哦，这其实啊，我所知，譬如讲法国哦是。甲这场霸凌是算作是刑事犯罪啊！咱即摆是安尼，较无啦，吼，毋是讲较无，就是佫无算作安尼，哦，只是讲用行政的手段，而且规范着这场的这个文化。我要先请何方啊来甲咱讲吼，就是讲你的经验也好，还是讲你观察，尤其恁这人力银行嘛，吼。这场的文化安怎形成？而且即摆也有咧真侪人咧做迄个 team building， 吼，这种哦较好、较正面、较 positive。但是事实上，有当时即个伤过强调 positive， 嘛是变做一种压力咯，是毋是安尼？对，因为阮其实拄开始的时阵是发现讲，因为人才这个物件伫公司内底是上重要的资产，毋过。人才这物件是安那会流失？我本来是针对这来做调查，甲发现讲，原来这个人离职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讲福利无好，毋过有更加侪原因是因为，咱头拄所看到的这离职的原因，毋该会去连接到讲原来有霸凌的这个情形伫这个职场内底。我家己嘛捌拄到过差不多的情况，因为我应该捌做杂志做10年，我想要一间杂志的时阵，因为阮其实像咱记者拢无啥物上下班的时间，毋过我无逐工看到我的主管，伊会用通讯软体个逐工不时拢直直甲我定调调，有可能甲半暝的时间，因为我负责规个，我已经是主管了，我可会互阮头家欺负哦。问题就是我是欺负我的人是我的头家，毋是。同事哦，嘿，毋是同事的关系，所以应该时阵拢，我譬如讲，我可能要印杂志进前，我可能一定爱过媒，去公司过媒。有一个经验就是，伊甲业务部的同事冤家以后8点，这个同事一去，个走出门啊，阮头家个坐我的边啊，为8点，甲我念到半暝3点，我拢无食饭。我想讲，哇，我明仔早起，我过来去印刷厂呢，所以。然后呢，这个代志伊会感觉讲，伊敲电，伊若是通讯软体甲我敲的时阵，我无1分钟2分钟会议，伊会随敲电话来。我若是无接的时阵，伊袂大声骂我，毋过伊对我的讲话会较冷淡。若是我嘛用冷淡，伊会讲，我感觉你无太适合这个工课哦。所以我差不多做1年以后，有一届我去日本佚佗转来，迄天伊就叫我走啊。所以我真正是忍1年的时间，迄当阵我无感觉过，就讲，到为什么无合理的所在？有找有原因无？伊就是对每一个员工伊拢无满意，所以每一个来遮做事，安尼算霸凌吗？毋是针对你啊，毋是啦。毋过我心内感觉，律师安尼，伊毋是针对你啊，伊是对每一个人拢是呢。伊针对每一个人，伊用无共的方式针对每一个人，对。你伤瘦，嘛是针对你；你伤肥，你嘛针对你。伊用无共的原因去针对每一个人，伊不是讲，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他不是这个说法，他是说你有你的烂，你有你的烂，你有你的烂，不同的恶意的动机，所以他不同的针对，有人会误会说针对性、针对性这些物件就是我只要一视同仁的养客，我一视同仁甲人霸凌，我那就不是霸凌，不是安尼哦，你是有恶意的动机，针对性的目的是恶意的目的，不是讲我一视同仁就是。你只是不针对每个人都找茬啦，就讲你无一致性的，你无一个
下面叫逻辑，逻辑就是爱你要标准要一致啊。啊，你这个来、太胖了，太瘦。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讲抢公文，杜家有讲，杜家有讲迄公务人员，最常听到的一件事，他要上签嘛，上那个公文，上去，第一个说不行，你原本的说法不对，要改，结果上到，然后后面又说又不行，又要再改，改了10几次，对不对？然后退回来，然后到那个大首长去，你为什么不用这个方式改？结果那个方式是你一开始被退的那个方式，没错，对。那这个方式，那你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一致性，就显示说中间你们去要求别人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有逻辑的标准，这个就是一个，不能说它一定是霸凌，可是它是一个线索，你并没有用合理的方式。安尼无一定会成立哦。不是，这有一种困难，即摆就是讲吼，一种是讲人甲人之间的，主管甲员工之间的，然后针对特定人的行为模式，就拄则律师讲，安尼有针对性嘛吼。但是那唔是就拄则咱对了，何记者讲，迄就另外一种，迄就是你这间公司，你这个企业的文化本身就是安尼，就是结构性的。拄啊，我讲长荣迄就是结构性的。我听起来因头家是太困啊。嘿，啊，不过我听做公司的人啊，佫差不多10几个尔，佫无法度有通我讲的成立一个管道安尼，是无法度的呢，对不？啊，当然啦，伊是太困啊 ，tyranny 啊，伊是一方霸主啊，啊，恁大家就点点啊，无法度啊。你无欢喜，就是走啊，就是安尼。不然新发了，伊会当直接去找到工作啦。其实这个针对性，嘛要看一个物件叫权力的滥用。你有这个权，你开这间公司，钱是你出的，还是你找人出的？拢尊重你。但是问题是，你因为你有出资，所以你有权利，你有权利。较早来讲，譬如讲以前家暴法不入家门，但是即马就差不多是这赶快处境啊。修桥过会当处理。修桥过，你虽然你做一个公司的爸爸，还是公司的妈妈，你有法度去管人家，但是你不能用体罚，你不能用那种很可怕的环境啊。因为什么是职业安全卫生法？为什么这个东西跟企业有关？会当追溯的，会当追溯的。下面看追溯。譬如讲，何况你迄是几当进前的代志？10年，10年，袂使啊。即马3年。3年，或者是离职了1年，若是针对头家啦，针对头家你会当离职了1年，嘿，你也是嘿，你即马这代志发生，但是你若连续吼，即边讲一直霸凌吼，同尾迄个行为了算3年，这时间内底你啊，只要你若查查讲，这个头家即马还咧对人安尼，会使，你就会使。因为伫法律上，你行为有结束的时间，但是有的行为是持续性的，伊就是讲。你若没有异于现状，伊就是继续发生。但是咱天良讲哦，那这种人哦，其实伊家己无资格呢。是，伊家己是无资格的。是，啊，伊就无依法啊。是。啊，即马有法律啊，会当甲伊教。好，你家己爱公布，你家己，我可以你公布的，你公布的时候你就看到。我叫我其他的人讲，你甲我写支持我，30个拢出来支持我，太疑心啥呢？修法其实够几个问题啊，刚刚大家都讨论怎么针对性行为，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在母法里面是说要致其身心受到侵害，这个到时候会在现场比较困难去认定这件事情。这个在之前的不管是校园的霸凌，或者是学校的不当管教，或者是性骚扰的那个致其身心受到侵害，本来的法律还写重大身心侵害，后来重大他可以 take 啊，嘿，只要老去看身科。对，但是有些人就是他受到伤害，他还是很乐天啊，他就不会。你像伊啊，嘿，阿姨唔知。再补充一下，即马公务人员甲职业安全卫生法是无同的法咯。啊，你若讲公务人员可能就是爱较严，有侵害，但是伊即马劳动部的这个职业安全法是危害。伫个法律上，危害甲侵害是无同的。危害是就是讲，只要有这个危险。有风险，就是一般人来，拢有可能有这个风险，安尼叫危险。但是侵害是，你该去看病，啊，提出我受伤的证明。何况你迄阵是无去看身心科嘛？我若有看，我他提出证明来着无？无，你即摆人是律师意思讲，你无，你免哦。唔免。所以，阮调查时，我是问讲，但是公务人员，你有啥物款的感觉？啊，对你来讲，你有啥物影响？阮是安尼问，阮袂问讲，啊，你有证明无？啊，有证明就已经危害啊啦。你甲问讲有证明了，电到伊去甲你告惨的哦。啊，我即讲看到网络顶头去讨论讲啊吼，你免赶紧讲要离职，你竟然吼，手机甲翕起来啊，然后迄落录音啊，吼，然后他拢有一个迄对应的迄球场表格无？大家拢讲，即马开始啊，头家你
好伊罚钱嘛吼。你马上白加5万块，安尼。其实迄是参考啦，吼，迄是参考啦，因为每一个人啊，有的，每一个人的感觉无共啊，还是讲每一个人的薪水无共啊。我有的法官感觉讲你薪水月薪30万，我判你30万，你才有法度改善。啊，有的人迄薪水就嘛才3万，你判伊30万是要互伊死。所以说他那个其实是个案去参考啊。当然我们那些话都是不好的，我们都不要说，只是说那个数额哈，我们是当做参考了，不是说法院认证的30万，对不对？哎，那个是参考。但是确实那些东西是不当的话。所以两这叫做综合审酌的这个意思啊，因为有可能我有甲你交无有，但是我交是头前原因是其他有一个事出必有因嘛，啊可能这因的关系，我讲这是所啥？这是职场摩擦，但是这不是霸凌。人甲人无一定是好朋友啊，阮是拄好拢共这间公司直接上班尔，我有可能阮的星座不合。我八字不合，我安怎甲你讲话，我都无要甲你做朋友，会使。人无讲你来遮上班一定要做朋友，咱只是讲个人工课，个人做较好。啊，有可能一时迄个有顶打着，甚至迄个就开车，但是这是不是霸凌？可能嘛，不是霸凌啊。系啊，因为看工课场所啊，有些工地现场，打工都底下测来测去，这个音那个音，然后再骂来骂去，但是他们是好朋友好朋友之間就是會這樣講髒話，但是我講較俗，有的所在較俗文呢。你只要講得較大聲，你為什麼兇我？我不是說你的內容，我是說你的態度。但是那個是要看具體的場合。所以講是安那愛和公司來做一個調查，因為公司靠法度調查。我較知影講我這個場所是什麼款情形。聽起來就小可 rings a bell，就是學校內面啦發生代志的時陣，過去攏是校內家己調查，後來變做校事會議，有一半是外校外的這個專家來。到時陣是毋是變做講無喏？愛有外部的公正人士來參與，敢會安尼？外部的公正人士，拄則迄單義有講到講。这爱看你企业规模，你若讲你企业是小规模，他没有要求到你一定要请什么律师、心理师，你律师、心理师迄拢足贵的，你一概来，我还没调查，就说个不成立我公司先交个1-20万出去，拢互律师谈去啊，对不？但是伊若是100人的公司、200人的公司，伊有法度去做这样代志，所以讲。其实这个法律是有一个层次的，伊要求起啊做。我才第二个来讲个说明，唔通这个头家人拍青家去。因为我的感觉是讲，譬如讲，那一般内部拢依照规模来成立。不过主管甲员工若无信任感这一声说落去，这个公司就在笑啊。咱咧过去咧讲人少贵就多啊。就变做安尼4分5厘，咱咧立法的时候有可能这，还是讲特别有可能什么物件？那个照规模来看，其实当初就是看企业，就像说你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就像我们在幼儿园里面的调查会照市政府，因为幼儿园很小间，他没有办法自己组调查小组，所以当初有这些考虑的综合型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改良胸口啊，公司找我们去上课就会说，无你教我要安怎卖霸凌别人，我讲啥伊拢刚刚是霸凌，我以前我就按你讲话，我们有一些原则啦，加怎么样维持公司里面的关系，加迄较有权利的。刚刚鲁师傅讲到，权利是最重要的物件，你安怎控制，怎么样去判断你是不是在用权力？你若是加，起码会加伊讲话，但是你袂加你的老板讲，袂加你的上司讲，袂加你付你钱的人讲，你就卖对伊讲。你起码被盖骂他，然后说这边做不好啊。如果你这句话不怎么样骂他的方式，你不会去跟你老板讲话，那你就不要讲，因为你不敢跟老板讲，却敢跟他讲，这个中间就是权力的分辨。怎么给大家一个原则？因为现在我们真的很常遇到问我说我讲这个叫他喝个水，他也说我在霸凌他，叫他干嘛他都说这个。对怎么判断？就是用这些一些去比较。那就他小伦讲的，你不爱我加班，你是甲我霸凌呢？你温准别人，所以这判准就是讲，你温准别人加班，就是不爱温准我加班，所以你对我霸凌。这是其中一个看那个权力关系的重点，但是其他刚刚他们说的那个，但是这主管可能讲，我是看讲你这处理还有诱因啊，所以先互你转去，不准你加班，免对你安尼会当安尼有成立不？
有可能，因为他可不可以加班是他自己来决定，不是你给我决定我什么代志。啊，我今仔日我工课有需要，啊，现在我无加班，我做不好，你搁讲我做不好，啊，你讲会使？我补充一下啦，因为这涉及到你，因为现在大家都想说这个成立那个不成，但是在法律上这是一个互动的规定，好，包含讲内部的程序，你有你的讲法，我有我的讲法。啊，对来讲，雇主可以去抗辩吗？我若你也问我讲，你只要甲伊讲，我原则上是无希望员工加班，是安那？因为劳基法就甲我约束，吼，因为我感觉你已经做到差不多啊，所以无需要加班，对。所以我意思讲，雇主的抗辩有没有理由？吼，这不一定说一定有霸凌，或是一定没霸凌，但是雇主的抗辩也是有法度，因为即摆有一个霸凌的外观，但是事实上是不是霸凌，咱唔知。但是雇主你的抗辩有道理无道理，会影响到主管机关，还是讲后边的法院安那认定。所以讲我们是说我们在教育雇主的时候，不是教他去讲一个讲辩的话，而是说你要辨识你的抗辩有没有道理。比如说像以刚刚的那个例子加班，我主要就说劳基法就不喜欢雇主加班，我是依法行事，安内我依法行事，你不要说因为你又怎样你跟他怎样比，不要这样去做这个事情。你只要说我照法律来。那有些人加班，法律上加班版就是例外。安尼讲，其实这就是合理的抗辩。但是如果你说我不会加班，我就是相对你啦，你很快就会被当做一个小小的事证。我虽然没办法证明说这是一定是违法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证明说你有个不当的动机。这是雇主的抗辩有合理不合理的层次啊，不是讲一定有成立不成立的层次。但是我安尼自头安尼到尾听起来其实这场的文化是真关键的因素。有的这场内面，你像咱细汉时上爱看迄军教片，迄班长呢，无合理的训练是磨练，合理的训练是安怎呢？是要求。但即马慢慢时代的变化、文化改变，但是咱必须要承认真侪这场内面也是透过真严格、真严密的这个该战制来维持因为伊必须要，比如讲我免讲啥啦，若讲台积电啦，那半暝即摆要甲你 call， 讲这个期待你的，你来顾好啦。这时阵，在这工程师就说，这较拜托的，即摆这是要安怎？所以我只能说，就应该讲，这现主时啦会当主张霸凌的人。会去主张霸凌的人，会去使用这套新的这个制度来申诉的人，可能是不是第一？伊是不是可能上严重的？完全唔敢讲，迄定人。可能唔是可能唔是。不管伊是像拄仔讲的台积电，伊的薪水太悬到伊无迄个时间嘛无可能开迄个开力去处理这个代志这一种嘛而且伊也无工会嘛唔敢讲嘛这嘛一种方式嘛这种可能有可能真正去压迫到足可怜的，伊唔敢讲，伊惊讲伊若头一个出头，反正头一个去念掉，伊才有可能嘛嘛，所以我讲这套制度行起来了，你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大家对这个定义。这内底这个定义是不是你讲安尼是不是比例原有违反比例原则无？安尼是不是有超过无？这是真正需要真侪案件累积出来。比如讲拄仔你好，咱个倒来讲加班啦。其实讲拄则律师讲咱若公司内底有，应该讲拄仔咱影片内底有一个先摆有讲，恁公司的规定若愈清楚。你有 SOP， 你有也比如你绩效，你有明确的考核标准，你减少遐个冲突，减少人质的部分，你若要传达你要求代志，你要明确，你会当减少这个冲突。当时阮去调查先看科技，我嘛是安尼啊。你若有科技单，你会分数互阮看到，你用什么标准排，你可以的，我袂讲你是霸凌，因为你的科技是有道理的。你不爱互伊加班，你有道理，因为你加班，恁公司有加班请示制，你要请示啊，所以我无同意，就无安尼是，就合理啊，对啊，你讲同事迄个有招饮料无招饮料，这毋是我公司指派的啊，这毋是主管，甲今日讲主管讲我摕5000、2000，讲来我今日甲大家犒赏，结果你超过人过我，安尼就无，安尼就执行职务啊，系啊，安尼就无共啊，咱两个好朋友甲主管。
请你去做的，就是有执行职务无执行职务，所以是毋是假牌不是重点，是毋是执行职务才是重点嘛。吼，啊，你讲共错共交，你要看讲这吼整体脉络哦，安尼而且有造成更更加讲造成你工作场所的风险，这才是问题。有当时阮两个是迄个男女朋友冤家，哎，恁个人的代志啊，恁私人的代志啊，冤到公司来。冤还是讲阿妈某在港捷公司，哦，伫厝内底弯的，啊来公司继续弯，啊那个没有业务上的必要关联，或者说也没有业务上的关系，这个就可以去做一个雇主就可以去做一个合理的抗辩，对。哦，譬如讲咱讲订鸡排，阮制作人啊订鸡排啊无少啊，无甲我订，啊但是因为我有当时阵早起无来啊，啊无找着我啊，人伊嘛有理由啊。啊，安尼我就袂当去申诉嘛。会当申诉，甲会不会成立，迄是两回事。两回事嘛。譬如讲，我俩好，对啊，有讲性工法，我俩讲性骚扰的、性平会，咱拢就熟悉的。对啊，迄单义嘛有讲到，我们很多的程序规定是参考性工法。性工法一般来讲，性骚扰，你感觉有我不爽快，嘿，迄是一个层次。你感觉有你必要去提出申诉，我觉得不舒服到有必要提出申诉，那是另外一个层次。我提出申诉之后，我能不能举证到客观上？难受有法则无？伫迄这防治准则，吼，还是讲一般民间啊，还是讲政府咧宣导的，下面叫难受。你若讲从一个行为已经研究过了，啊，你还一直重复的再去提，那可能就会被讨论。那但是有一个东西，我绝对就是我讲，哦。几月几号晚上，他在那边给我做一个什么霸凌动作，结果迄天伊根本就不在场证明。哦，人已经甲你讲，伊就无伫的，啊，买我个证明。迄不是难受啊，迄诬告哦。我是讲这就较明确。哦，你用不实的，嘿，我讲难受。但是我想要请教单义吼，咱的薪资实施了吼，雇主咧防治措施啦、申诉机制啦，所以说，佫有这个，你若有疏忽。有这个法则呢，而且佫有其他的这个民法甲刑法，会提出告诉伊爱食罪呢哦，明刑犯罪，这是咱台湾特殊吗？还是有参考其他的国家，比如讲法国是有食刑事罪哦，但其他的国家无一定有哦。咱这是什么思考？主要是要赋予雇主维护职场安全的责任。刚刚那个。先进都有提到，他不是为了一定要惩罚这个霸凌的人，他为的是公司要维护一个很安全的环境，让你来上班都可以开开心心、安安心心的下班回家。主要是安尼，所以雇主有爱互你处罚，不是讲你的公司怎样发生霸凌，你就爱处罚雇主，不是发生之后啊，雇主无甲代志处理好，啊无甲这职场维护安全，无把因两个人叫过来讲，你袂甲我霸凌伊，你要安怎吼？无做这块代志，啊无保护受害者，让他持续接受霸凌，这个雇主才要受到惩罚。主要是安尼，所以这对于雇主是行政罚，因为不是通常不是雇主直接去。这个处理的不是雇主直接去霸凌，如果是雇主直接是霸凌者，会叫劳动局去处理。哪有一个员工安尼受袂开，较软，嘛毋是讲较软弱啦，伊就是心情个，伊就是去自谋。若是家属要告，有可能甲头家告惨要讲你疏离咧。是安尼啦，吼，较早吼，公司企业主若拄着吼，员工讲咧冤家啊，讲有霸凌的。大家都讲，系恁家己的代志，你家己去处理。好，你去法院要告，拢恁家己去创，吼，我无要介入。较早安尼叫消极中立，但是即马赋予雇主去一个作为义务，你若作为义务应作为而不作为，安尼就是疏失嘛。因为你有作为，较早的时候，若要告的时候有可能。但是你民法188条本来就有雇佣人责任，吼，你一个员工，吼，开公司的车出去，若弄着别人，公司是会当。互人可以讨赔偿的哦，但是你若用这个法理讲去处理哦，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或许实务上之后会试试看。哦，你的员工去做这代志，你是不是代表公司去做？这个会去理清，但是你雇主就是要做好这防治义务，让自己可以举证说我已经尽我所能的希望这个人不要做了，还是
不能阻止其发生，哎还是一个作为。啊，你听起来何况你真正会当去告呢？当年也无收证啊。但是你有危害的感觉啊，咱是讲侵权行为是2年啦。对，就是2年啦。无你如果这间杂志公司还佫伫的嘛，还佫伫，啊，伊若还佫安尼嘛，应该是。应该是嘛吼，安尼有可能啊。对一个人是侵权行为，但是伊若是要针对行政法的话，他还有3年嘛，对。是不是？应该是安尼嘛，吼。对，这个我们开玩笑，开玩笑。但是我要甲你请教，就是讲，因为你啊。是人力银行吼，你若有这种专业，就是讲，也有咧做这 team building 吼。你认为这 team building，因为咱的 team building 其实大部分拢倾向着经济性。你就来啊，吼啊，大家来嘿好啊，安怎都安怎啊，每一个人都来讲啊，安怎？这安尼落去是毋是会产生？要不就是这 team building 以后，就来改一下方式。哦，啊无就是袂当搁再实行，因为这真正有可能，因为阮以前是经过足侪这种 team building， 哦，有 NLP 啊，有安怎啥有诶无诶啊？有迄足贵的喏，迄足贵诶啊！但是迄内面拢是真正经咧讲一寡有诶无诶代志。哦，我毋是咧批评哦，这个人诶观感，但是这真正对着真济。这上课的人也感觉哦，这无聊，但这不是针对性啊，这敢会使？你认为呢？我认为应该是讲，咱即马讲这个法的好处，应该是保障讲，阮即马去，譬如讲，我即马看到红灯，我开车，我袂红灯右转，因为有这个法律上，我袂想讲，无摄影机我越过啊，所以这个法放去头前，放去顶管。会合你公司的头家、你的主管，有心内有一个感觉讲，我可能有一寡话袂使讲，有一寡代志袂使做，所以有一个规范。这虽然法律安尼行，啊，毋过感觉道德这件代志先放去头前，互人感觉讲有一寡约束。啊，毋过这敢会去影响到讲甲同事的感觉，我像头拄讲的，其实同事甲同事来遮只是来遮上班尔，所以我感觉就是你来遮上班，你就是甲你代志做好，然后让。我感觉可能会无想象应该啊，可能同事感情较尔好。啊，毋过伫咱做工会为来讲，其实是一件好的代志。上无通甲工会嘛做好，感情嘛维护着。这观众朋友唔通误会哦，我毋是反对这个法哦，我是咧想讲，若是对雇主来讲，伊会整一款浪旁，哦，伊会浪旁就去整。但是咱必须要真理解讲，哦，这人性所处啊，应该是安怎，尤其吼，在这个劳工的这个条件顶头，咱其实面对的唔单是霸凌啊，还佫其他真侪公安的问题、卫生的问题嘛，吼。但是真侪物件拢是靠着这个学长啊，还是先摆啦，还是这种方式去做干涉，还是去做其他的代志。我感觉这个法应该会使啲人开始来参考思考这种代志。所以我即摆定去外口上课，我都讲吼，那拄着你的同事，也是你的迄个下骹手甲你讲，我无欢喜，我安尼感觉不舒服，我安尼感觉你对我安尼吼无，你的讲话安尼无妥当，你甲伊感谢，因为伊安尼甲你讲，就是伊即条线伫遮嘛。啊，所以你就会直觉着讲啊，安尼以后我莫安尼来做，我莫安尼讲。你肯后，伊拢无甲你讲，点甲你放3个月、半年了，伊甲你申诉，你毋是加痛苦的。人安尼甲你讲，其实就是提醒你。啊，你会当讲，你会当较一个肩胛头，安尼就成效了，哈，安尼甲你念2句啊，安尼就霸凌吗？你莫安尼想，你爱想讲，好，安尼我以后换什么方式会当达到我管理的目的，嘛，互你听到我要讲的代志，但是我换一个方式来讲。所以，即马这个时代，就是因为人。不管是无少年人来讲，还是讲无共款的所在，咱即马真侪迄个换头路的人，你爱接受的人已经太侪啊！甚至咱主管AI 时代，下骹手的人认为讲，恁老的已经过世啊，人阮少年较会晓，嘛有可能，甚至一寡主管感觉因去用逆霸凌啊！即马是真侪主管感觉因去用逆霸凌呢，所以伊嘛爱有新的管理方式，伊嘛爱伫个技术管理的技术顶头爱有进步。
啊，可能专业嘛要进步啊，但是这当然啦。你讲这个实施的过程有可能啊，实施的过程有可能有一叠对叠的感觉，有人即马有人上班录音随挂身上的，挂8点钟的啦。我嘛有警察咧密录器啊。伊讲我保护我家己，我所因为公司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场合，因为讲员工那会咧录音，啊，我买单讲你主管是安那，迄监视器拢对咧我，啊，但是你讲监视器，所以这会使。监视器对我是在保护你们安全啊，我怕有土匪进来啊，对不？他不要对更衣室，不要对那个合理隐私期待的地方。其实这个是有一定的。其实咱台湾讲主管霸凌，其实有的是互相之间同事的霸凌，啊，主管无处理，迄真济咧吼。还讲迄个后壁啊，卡层头话安尼。下属集合起来，好整主管的也有啊。哦，所以这不一定说，其实对企业主有